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台东有一个小女童面受伤流鼻血，老母来指控托育员虐待。即马有真侪翁仔某，两个人拢爱上班趁钱，不得不爱甲囡仔送风带。啊，要安怎来查看囡仔是毋是有可能虐待呢？除了选择到合格托婴中心甲幼稚园之外，逐工甲囡仔接转来了后，嘛爱较费心咧。像咧帮囡仔洗身躯，或者是换尿珠的时阵，爱查看囡仔是毋是有外伤。也阁有囡仔行为举止是毋是有故样，敢会雄雄讲怎袂爱去上课，或者是会做噩梦、大哭等等。多多甲囡仔问一寡问题，就会当查到一寡线索。爸爸妈妈真正做无用的，两只手、两蕊目睭，总是有看袂到的所在。洗头发的时候，怎么头怎么凸出来，吓死了。结果才问老师说，怎么会好像肿起来？后来老师说，哦，可能是他那没有注意到的时候，然后小朋友自己去撞到。不要调皮好不好？真的很皮。电影内底叶问一个拍10个，保育员一个应付10几个，爸爸妈妈就爱哪看哪问哪参考。囡仔送去予别人照顾，总是会袂放心。去托婴中心也是幼稚园，敢有受到不当的对待，有当时啊，回去厝里还小可检查一下，亲像这就是去用绕着。帮小朋友洗澡啊，或换尿布的时候，那你看到有不明的外伤，园所如果说不出来，那你就要留意。突然莫名的哭闹，或是他突然很害怕某个东西，或是晚上睡不好，或是他突然食欲不好，那如果不是因为他生病啊，或是只是刚刚去念就托1年了，然后只是突然有这个行为，那家长可能就要多留意这样。爸母不是万能的，若搁爱上班，真正是做辛苦的。囡仔拜托人照顾，家己嘛要注意，才袂发生危险的代志。